美国的国务卿卢比欧2月初2的时阵参巴拿马的总统穆里诺会谈2点钟，落尾这穆里诺是来做出大裁决，宣布无要继续甲中国来签“一带一路”的合作。这穆里诺表示讲，美国总统 Trump 指控巴拿马运河有受到中国的影响，所以为着要配合清，伊考虑和运河的技术团队甲美国直接来对话。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上任了第一遍出访，第一站到巴拿马。2月2号早起，甲巴拿马总统穆尼诺举行会谈，重点放伫咧中国对巴拿马运河的影响力。伫咧2点钟久的会谈了，穆尼诺遂做出重大政策转变，宣布将会退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协议。El memorándum de entendimiento del año 2017 sobre la ruta de la seda d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no será renovado. 根据这项合约备忘录条款，一带一路每3年会当自动续约延长3年，除非任何一边终止。中国甲巴拿马的一带一路目前已经伫2020年甲2023年续约2遍。巴拿马伫咧2017年甲台湾断交，甲中国建交了，就加入一带一路协议。 这项协议为基础建设加发展计划提供资金，不过批评人士认为，恐惊会互产值国家掉伫咧中国最后的陷阱。穆尼诺也无讲，当时会甲中国政府讲这项终止合约、退出一带一路的决定。另外，卢比欧也强调，美国未互中共加强控制巴拿马运河区域。Las voces de descargo, abriendo por supuesto. Las consideraciones para que el equipo técnico del canal con el que Estados Unidos designe conversen al respecto y puedan aclarar todas las dudas que puedan seguir teniendo al respecto. 巴拿马运河已经由香港上好遐的李嘉诚旗下的长江科技集团营运超过20年，因为香港企业受到中国政府的监管，所以引起川普政府的疑虑。 穆尼诺除了重申运河主权属于巴拿马，也表示所有的质疑拢是前任总统任内甲中国建交，而且涉及几多百万美金的不明资金，甲谈判过程无透明。就伫咧卢比欧来访的时阵，巴拿马民众正街头示威，强调巴拿马是非伪品。 Quiere anexarse Canadá, quiere invadir México, quiere tomar el canal, quiere arrancar Groenlandia a Dinamarca. Quiere decir que Trump lo que está buscando es la tercera guerra mundial. 穆尼诺也讲，愿意扩大去年7月甲美国签的一项备忘录，巴拿马会当伫咧美国出钱的情形下，甲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的移民对特列隘口遣返。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